锦溪，锦溪，锦溪，锦溪。西城，西城，锦溪，你醒了，现在感觉怎么样？你别说话，我去叫医生。啊！方叔，快，锦溪醒了，我去叫医生。哦。少夫人醒了。方叔。发生什么了？你真的不记得了？那天要不是少爷临时回来拿文件，后果可就不堪设想了。少夫人，少爷担心您的身体，已经在病床前守了3天3夜了。我睡了那么久。啊。方叔，你赶快让西城回家休息，不要再在医院待着了。常医生，您过来看一下。锦溪，医生来了。贺小姐醒了。顾少，既然贺小姐醒了，就说明没事了。她现在只是比较虚弱，好好休息就行了。那就好。哎，正好她醒了，我想问个问题。好。贺小姐，我想知道那天你都吃过什么东西，见过什么人？您为什麼要這麼煩呢？顧少，我們在賀小姐的血液檢驗報告裡發現有迷藥的成分，我們懷疑是否有人蓄意將含有迷藥成分的製劑餵食給了賀小姐。好，我知道了。常醫生，您先去忙吧。好，好，謝謝啊。锦溪，你好好想想，那天家裡有沒有來什麼人？那天中午家裡沒有人，我睡醒覺以後就下。